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川协会结束，川普一句无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是引起风波。这总统赖清德昨日咧面册铺文嘛，特别强调讲，捍卫中华民国宪章，并无台独的问题。川协会正式结束，各界关注台美中三边的关系要安怎去变化。美国总统川普虽然表示对台湾政策无改变，也毋过经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分析，习近平这摆有成功攻入人的心，已经互美国咧考虑台湾议题时，就要谨慎，代表对台湾是不利的状态。川普他要的东西呢，都是要能够尽快兑现，然后很快可以跟美国老百姓推销，甚至影响11月的期中选举，所以都是很短线的。但是大陆呢，并不，他没有习近平完全没有这个压力。川普结束北京的行程了后，针对第二批140亿美金对台军售案，伊也坦白讲，这是甲中国真好的谈判口子啊，甚至希望两岸会当一起宪章，无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佮较提醒台湾，唔通抓准一个行动引起战争，美国就会无条件来提供军事支持。前 AIT 处长司徒文认为，川普的做法已经偏离美国传统的政策立场。His habit of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when he gives something. We know that Xi Jinping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 most dire consequences if,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for Taiwan, if he didn't get what he wants. 所谓台独这2个字的意涵，其实是在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是在指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兼做民进党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透过创党40周年系列活动，除了解说台独的意思，17暗时也伫社群提出5点的声明，强调台湾袂调工起无空，台湾将来拢是两岸宪章的坚定守护者，毋是改变宪章的迄个。而且指出中国伫台海甲周围的海域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才是区域无稳定甲改变宪章的根源。同时也表明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捍卫中华民国的宪章，无台独的问题。第四，美国继续对台湾军售，而且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落尾，赖总统也表示，台湾关系到全球核心利益，台海和平稳定绝对袂互人牺牲，也是摕来交易。即马川协会结束，中国伫短短休2天了后，搁再开放对台湾普色地带的侵略。国防部公布，对10日早起6点至17，测到中国军机5架次。军舰7只，也搁有公务船1只，其中4只次也搁超过海峡中线。咱国军除了被插港控甲应对以外，也印证北京才是互台海情势愈来愈紧张的根本来源。记者综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是连续10年拢无收到邀请，这民间嘛自主去到当地发动大游行。外交部甲卫福部嘛联手头一届举办智慧医疗展，用台湾的医疗成果，要互全世界拢看到咱台湾。The War for Taiwan， 台湾服务。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常务理事苏淑华带正人画口号，大家热国旗继续前行。伫 WHA 开幕进前，海内外民间团体去到瑞士 Geneva 发起 Team Taiwan 挺台湾大游行，现场也唱望春风，甲爱拼才会赢，要用熟悉的歌曲，互大家听到台湾。三分地主定，7分靠打拼，爱拼好才会赢。毋但民间有活力，官方也有动作。外交部甲卫福部伫当地举办台湾智慧医疗甲健康产业展，甲台湾的 AI 应用甲智慧医疗成果搬起到国际舞台，用科技实力拍拼突破限制。Promote Team Taiwan in its medical diplomatic efforts, and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Taiwan can ass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smart medicine globally. 透过展览，互大家看到台湾的医疗论性。亲身去到 Geneva 的卫福部长赵宗良，也同步甲国际社会发出关键呼吁。I therefore urge the WHO and al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as an observer or member. Inclus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the fairness, bu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台湾医师会也伫当地举办 WMA 早顿交流会，世界医师会会长顶人公开烧天，也肯定台湾伫公卫政策甲防疫的经验，佮较讲台湾无应该变作是全球健康体系的死角，对民间街仔头游行、官方科技展，佮到国际医界的实力外交，各界拢来拍拼，要用行动来证明台湾将来毋捌缺席。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早起南部有落小可雨，而且啊，这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敢若伫咧东半部甲恒春半岛雨水较济。咱来看分图。今仔各地拢真烧热，伫咧嘉南甲东半部高温是28至29度，西半部是31至33度，南部可能会到34度。过昼这南部爱注意可能会落雷公雨。明仔载同款是好天，拜四拜五又个方面接近，水气个增加。来看花莲光复，在拜五搁再落大雨。去年这崩山湖的灾区，不祖溪甲阿头木部落搁再做大水。有12号是赶紧撤离，行政院嘛赶紧去会勘，强调讲后续会来加强排水系统，甲报关时间工程。趁落雨较停，工程人员赶紧进场施工，要挖出一条排水沟，加紧积水消退速度。时间9到15过头了后，花莲国河乡一场突然来的，在延时中港河过河去年，才经过大水升长的佛祖街，甲东富村12阿头木部落，搁出现积淹水。若有民家淹水，也有12号紧急撤离。包括电视、冰箱都全新的，瓦斯炉都全新啊！疫情这个系统他们好像失灵，没有做好。是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恐惧感，我们还是会配合他们啦。部落居民感叹，压力中间搁拄着淹水，全新的家区搁较是直接浸水。烦恼淹水恶梦，第二星期搁转来行政院顾问李明干，但来到花莲会勘强调马太安溪继续疏浚。这摆淹水并不是马太安溪倒悬，阿头木是因为官府马达那溪排水堤工程施工防护范围不足造成淹水。这个部分都跟堰塞湖无关。那施工它有留了一个缺口，那以至于这个缺口，昨天的这个一场雨。让水从这个缺口灌入居民的民宅，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上游下来的水量它会如此的快又急，从这个下游往上去打射的嘛，是为了防护这个围淤的部分，我们会加设这个钢板桩的打射的范围。官府强调会将防护的更板整范围向顶面延伸，防止水灌入民家。另外，李文干也指出，所以是因为土沙太着排水沟属于内水排不出去的情况。坡主街主要是因为里面既有的这些水沟，那被这个之前淤土流到这个水沟里面，那造成阻塞，那造成这个水沟里面的水就淹到路面。李明安表示，会请相关单位加强排水系统甲切沟清理，减少落雨塌掉的风险。花莲县府回应会甲国土署研究安怎强化排水系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南部这几天有落雨，闸门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有到58毫米，不过扣水率却敢若10%左右。过来是联合报，虽然做家己改火枪录影铺伫咧网络，厝内要抄到其他改枪的零件，检方是以恐吓公众罪加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裁定羁押禁检2个月。最后是自由时报，高中会考中考第2天发生规模5.1个地震，源头伫咧南投的埔里，影响4间学校、39间考试场，1400名的考生，照规定爱延长考试时间，嘛是13年来头一届因为地震来延长时间。亚这会考成绩按算6月初5公布，6月18开放天志愿，7月初7进前会公布分发的结果。考生加油！各校的教育团到底来为考生加油，超过18万考生参加各种教育会考，17进入第1天，不少考生在家长的陪伴之下，透早得到考场准备。物理对我本来就是我比较弱科，所以就是不会很有把握，从小就都有在学，所以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一点。自然有生物啊、物理化学啊。都混在一起，所以准备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多一点。
考生感觉自然科是理工学科的重要基础，英文是甲国际沟通的重要工具，农民偏会会点头应考。会考伫中途考试结束了，又到部长陈庆耀伫台中会场开会，搁做考题分析。自然科由基本观念地形出发，发展到高层次的活用题，结合学生生活经验，有鉴别度，因此考试题较单一适中原则，重视真实甲自然的语言使用。今年的题目当中，大概有70%多的题目是属于有图或者表或是图加表的题目，也有一些题目虽然它在题目上是没有图表，但是我们学生在解题的时候，他必须要有文转图的能力。21题，一位女主播她报道了城市的铁路地下化这个都市计划，然后呢采访了3位市民的看法。那学生在处理这个部分要辨识不同的声音以及他们语句当中表达的立场。115年的会考命题是严格遵循12年国教108课纲的一个精神。教育部强调，这摆试题结合学生所用的分析综合、多文转化等能力，因为伫17早起发生地动有部分市场引导学生停笔延毕1到3分钟，然后拢经照规定延长作答时间，确保公平。会考成绩按照6月7号公布，6月18开始开放选志愿，7月7进行公布分发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台中一个查甫人出门运动，所去路口半空中的一条烟线挂着暗棍流血。事后去报警察讲，相关单位竟然搁互相下来下去。这市府嘛表示讲，这条烟线本底就是要来用来吊这告示牌，可能是有人挑工迫害，会请警方调查。展现前露出阿妈棍的伤痕，也有明显的乌青肿起来。3人想袂到，伊甲平常时共款出门夜走走到一半，竟然互路边的烟丝所好，互伊流血流地，紧急去病院挂急诊。还是很生气的，因为当下我完全不能想到说为什么会有人在这种地方绑铁线，而且竟然刚好是在人脖子的高度，就会让人想到那种什么之前夺那个终结战，还是那种很恐怖的那种情况。生气这意外，互伊愈想愈生气。这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台中文心路甲山西路交叉路口，沿西跑铁路口顶条之间，因为管道差不多是大人阿妈棍的管道，加上迄时阵天色正暗，互伊无发现走过去的时阵，互烟丝所熬，佮差点伤着气管甲主动脉。了后，伊去甲报警处理，指控市府各单位送来送去，也去里长办公室တင်情。虽然烟丝已经拆掉，毋过里长依然伫现场有黄色封锁线，提醒民众注意。台中市府新建工程处回应，工程改造告示牌原本挂伫私人土地附近点头设立监视器条啊顶悬，毋过最近牌面已经无伫现场。厂商表示已有遭外力破坏情形，已报警协助查明，并派员巡查及清除现场可能残留铁丝，后续将持续追查原因及厘清相关责任。台中市警局回应，到场了保留相关证据，调监视器第一时间排除翻过现场的烟丝。毋过暗时走到一半，所获烟丝所好，也互民众气甲讲，伫台中暗时咧走是咧算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非洲民主公国甲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的病毒，已经造成88人死亡，列做国际关注公共紧急卫生事件。咱台湾嘛，甲2国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2级的注意。公国民主共和国这波疫情主要集中伫东部伊图里省，其中包括鲁瓦巴拉、蒙瓦卢甲新会布尼亚等地。公国卫生部昨日证实，实验室上新的检测已经确认有8例去挖到本地布胶型伊波拉病毒株。民主公国东部甲卢安达相接的大城市戈马已经出现病例，首都金hà沙也有确诊的病例，离爆发中心1000公里，可见这病毒已经传真紧啊。官方坦白讲，实际感染的状况恐惊比目前的数字要搁较严重。引起民众的烦恼。Dans la peur, comme une personne humaine, parce que vous savez, nous avons des enfants, ils à l'école, alors ils racontent quand même beaucoup déjà, et on ne sait pas si réellement ils peuvent y arriver quand même à raconter qui. 伊波拉病毒株有6种，其中5种会危人。上致命的是萨伊病毒株，致死率有90%。捌真侪届伫民主公国等地造成大疫情。因为这届感染的是本地布胶病毒株，2007年伫乌干达头一届互人发现是较新的病毒株，致死率有50%。因为疫情的源头，那像就是一个伫布尼亚福音医疗中心上班的护理师。
这个护理师发病了后，直直发烧、吐、出血，身体也真虚，是典型的伊波拉的症头，落尾已经死亡。后续也引起更较侪疑似感染的案例。伊波拉是高致死率、病毒性出血的疾病，主要是透过接触血、分泌物等等，也是感染到野生动物传播。严重的时，可能造成侪器官衰竭加大出血。I think that the solution to this would be for us to have tests that are cheap, affordable, point-of-care tests, which cost very little money, that anybody who comes in with a fever, we can test them. 因为部分感染的地区医疗资源欠缺，卫生条件无好，病毒来传去是真恶控制。事实上，民主公国直直是伊波拉疫情的重灾区。1976年头一届发现伊波拉病毒以来，这已经是当地第17届大规模的疫情。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目前还阁无属于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无需要把边界关起来，也毋过会继续追踪疫情，评估敢有需要进一步提供国际医疗援助甲疫苗支援。真侪公卫专家警告，若准疫情无通好及时控制，无排除会变作是跨区域甚至是跨国传播的危机，搁再冲击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伫咧英国的伦敦，拜六是有2场大游行，一边是反移民的示威，一边是挺巴勒斯坦的反种族主义。那为着要防止双方起冲突，警方是出动4000人全面戒备。参加这场名叫做“团结王国”的游行，是基于的运动者汤米·罗宾森发动，抗议上侪移民进入英国，因批评伊斯兰文化加多元政策，正一个减弱因所认为的英国传统身份的价值。示威者对伦敦市中心火并行向国会广场，警方估计有6万多人，现场大家举国旗、标语牌、顶头写把家己的国家摕回来，批评斯卡尔政府和问题恶化，有人也12个，讲基督信仰这是英国的核心价值。The demographic of this country is changing without us being asked about it. Most elections in recent times have been asking to stop the immigration,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into this country and the demographic change. 同一个时间，在伦敦西区，另外一场立场完全无同款的示威，是纪念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阵，大批巴勒斯坦人被漂流浪的灾难日。伊也宣扬反对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示威者担心英国甚至规个欧洲极右败坏思想愈来愈悬，以色列用武力迫害逃散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拢未被追究责任。Today is also Eurovision. I'm not a big supporter of it, but we should all be boycotting it this time because Israel is in it and they're committing a genocide. And Russia was kicked out in 2022. My message to the powers that be is stop supporting Israel, stop sending arms to Israel. 这场示威有几多千人来参加，甲反移民示威比起来规模加正小，不过依然有袂当忽视的声音。这天竟是英格兰卡总杯决赛，伦敦警方动员4000位警力，出动无人机、直升机加警告警备维护安全，防止两边的示威人士接触。在这天总共逮捕43人，经济大致上是稳定，不过也看出英国社会之间的逼损是愈来愈深。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第70届欧洲歌手大赛总决赛头一届，互保加利亚歌手摕到冠军，以色列是连续2年拢摕到亚军。今年有5个国家因为抵制以色列进攻加沙，所以无人来参加比赛。保加利亚歌手达拉接拍冠军杯，最近迈克。这是欧洲歌手大赛70年来第一遍有保加利亚歌手摕冠军。比赛前无算热门的 Dara 用这条融合真侪保加利亚民俗传统曲目舞元素，结合电子 Tempo Bangarenda， 在咧专业评审投票时阵就摕到领先，观众投票这部分也摕到真侪票，上尾也摕到冠军。第2名是发动加沙战争，拄到强大批评抵制以色列歌手诺姆贝坦。这首完美的抒情摇滚歌曲《Michelle》在观众投票这部分摕到超悬的人气，和以色列连续第2年摕到大赛亚军。第3甲第4名分别是罗马尼亚甲澳洲的歌手。决赛时阵，高水准的舞台效果加专业的歌声，互粉丝听甲茫茫茫。这场比赛观众投票占分正重，一直拢有交民票、邻国票、政治同情票。比赛后就当看出这种现象。I'm so happy Bulgaria won. I just didn't want France and Israel to win. It was my only
option. I live in Italy. Of course, I love Italy so much, but I'm Turkish. Bulgaria is our neighbors. I have Bulgarian friends. I'm so happy Bulgaria won tonight. 以色列前六加沙3获准参加比赛，其里包括西班牙、爱尔兰、冰岛、斯洛维尼亚加荷兰等5个国家，拢抵制或者是退出。实际参加比赛剩35个国家，被认为是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反对事件。在保加利亚第一遍摕到冠军了，明年的比赛将会第一遍去保加利亚办。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讲到美国加强红色古巴禁止因进口能源产品，即马古巴首都哈瓦那，逐天拢停电22点钟，民众日子歹过就街头抗议。一大堆民众一直讲换定面桶，按面猛行起伫街仔路，而且甲路中小条来改去。新生的火光变作附近唯一的光源。古巴对今年1月，互美国制裁以来是陷入欠能源的困境。首都哈瓦那这礼拜是规工拢失电，会使讲是几十年来上歹的状况，互民众拢在嗨。Estamos reclamando el derecho a que nos pongan la electricidad, que llevamos más de 40 horas sin electricidad. Vivo en una comunidad donde hay muchas personas mayores, muchas de ellas encamadas, hay muchos niños, la comida se está echando a perder dentro de los refrigeradores. 之前古巴的能源部长是对外宣告讲，国家的原油和柴油的库存拢已经无啊。古巴的电网即马当时危急的状态。La Habana sin nada de combustible, la generación distribuida sin nada de combustible, y mientras más débil está el sistema electroenergético nacional, más tenemos que regular los parques solares fotovoltaicos, que ha sido la potencia nueva que nosotros hemos incorporado. 古巴过去长期关岛瓦克为来瑞拉和墨西哥来供应原油，但是对1月美国的总统马杜罗和美国逮捕了后，这项供应就伫美国的封锁之下规个长期，川普甚至是威胁甲古巴运油的国家会受到关税的惩罚。收落来，川普政府因为人道的考虑，伫3月底点头放行罗西亚的油轮，再运73万桶的原油给古巴。不过，这间内当满足因几礼拜的燃料的需求，燃料用料加上欠食品药啊，嘛加深人道危机。Our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anctions in Cuba is very clear. There is a resolution every yea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at consider those sanctions to be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obviously, we are very worried with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Cuba. 川普过去捌严肃批评古巴是失败的国家，伊伫出访中国进前伫社群媒体发文表示讲，古巴当寻求美国的帮助，双方会做对话。面对古巴伫美中路的地缘政治角力之下安怎发展，正受国际关注。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之前有风声讲，若是美伊的谈判破局，川普就发动大规模作战。川普是搁再铺文，讲伊朗若唔答应停火协议，就要甲绑架全部火花去。泰国曼谷火车弄巴士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巴士甲火车的司机牵涉到危险驾驶致死，外界批评讲是并购道的设计有问题。江西的柳州半暝发生规模5.2的地震，目前有4个人吊伤送医，3个人失踪，当地全力开始搜救工作。今日看有一间旅行社伫咧出团的前10天雄雄宣布关门，有真侪已经报名旅客行程是受到影响。有消保官嘛提醒受害旅客，这相关的文件都要传好势，才通申请讨赔。日本福冈有好食的料理、美丽风景，真侪台湾旅客爱去耍。有一位陈小姐，甲一间旅行社报名5天的福冈期间就行程，要无伫出发前10天，却接到旅行社业务通知讲无有境停业，唔知如何是好。3月中的时候就跟他们确定说我们要去，然后我们是5月26号要出发嘛，然后我是礼拜5的时候才临时收到威顺的业务跟我通知说威顺已经停业了。陈小姐讲，这个团是这间旅行社甲其他旅行社合并出团，旅客团费拢已经纳入。不过伊报名这间旅行社应该付予出团旅行社的钱拢无6000，甚至团工停业。伊伫网络顶问，发现有10几个人拄着甲伊同款的情形。实际来讲，伫台中的总公司，因为是假日，其办公室的电铃甲敲电话拢无人应。大楼的保全讲，这间公司最近看起来拢正正常。那他们公司的运作都正常吗？人员出入正常吗？正常。正常哦，公司运作正常，人员目前。台中市消保官讲，即马消保系统还未收到正式的申诉案例。
也会概率了解。屏保协会希望受害消费者，这么上重要的是保全证据加相关的单据，依照正确的公道保障家己的权益。那可以将履行契约书还有代收转物收据把它收集好，那跟屏保协会来联系协调，然后未来呢来协助说开始用转团，还是来申请了履约保证保险的保险金的给付。消保官讲，除了屏保协会，受害旅客会当向行政机消保申诉系统提出申诉，用制度化要求赔偿的公道，尽可能减少家己权益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过年，有民众讲去东少食蚵仔，煞食歹巴肚。原本讲这店的要负责，即马煞讲无要赔，业者嘛出来发官网，讲这卫生局事后都已经来检过，确定因的物件无问题。目前这双方调解失败，按算拢要行官司。今年过年时阵，有民众来到东石行蚵仔的餐厅食饭，发生吐骨、歹巴肚的状况。经过要3个月的时间，业者甲民众最后调解失败。受害民众伫网络发文，讲业者原本要负责任，即马说讲因是家己去感染病毒，甲因无关系。业者他们委托的保险公司认为他们初步调查的结果没有赔偿责任，所以协调结果是调解不成立。但是本件因为受害的民众蛮多的，所以也有可能成立那个食物中毒的可能。23号的时候，卫生署有去检验，他22号的那时候就已经全部清销完成了，也没办法拿什么东西回去检验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集体群聚，所以才会感染。他们没有验到什么检体，所以不理赔我们。业者是出面发文档，讲卫生局伫代志发生了后，连续来检查几落摆，确实无验到相关的病毒。消费者伫网络的发文对店的名声已经带来影响。家己关卫生局嘛表示，伊当阵无摕到检体，环境检查嘛无问题。关于本案当时调查已无实于检体，卫生局进行环境抽验，抽验刀具与砧板及厨工体检，检验结果均为阴性。卫生局检验就完全没有问题，没关系。那这边大家协商没有，让我们就走法律程序去走诉讼。你一直要损坏我店家名誉，我不能接受。民众讲，受害的人是无共时间为无共所在去的，所以无群聚感染的可能。业者是认为，嘛有其他同一个时间来抢物件的人都无发生问题，所以甲店内食物无关系。双方无共识的结果，拢无排除要透过法律程序来保障因的权益。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鸟鼠的问题，前立委高嘉瑜是打出一张大湖公园，这粪扫桶拢向封起来相片。问讲安尼，这鸟鼠的问题敢都拢通解决啦？公署是回应讲，因为有的人拢会走去倒喷，已经决定把这部分的粪扫桶拢先拆掉。台北市最近有鸟鼠的问题，市政府正一日进行12个行政区大清销。民进党前立委高嘉瑜伫 FB 抛出一张公园粪扫桶互人放进的相片，讲用粪扫桶敢就能解决鸟鼠的问题。垃圾桶都贴起来不用的话，有点不太实际。本来就不遵守的，他可能就会把垃圾这边吃的东西随地乱丢。老鼠的问题就是跟这个垃圾桶问题可能有点不搭嘎吧。我觉得应当有更好的做法。实际来内湖区道公园看，现场的封条已经拆掉。台北市公园处澄清，相片内面的粪扫桶是空谷里做的，按算10倍进行拆，是伫厂商拆进前先围起来。封起来呢，本来就是要拆除，而且就已经拆除了。公园处定期评估垃圾桶设置状况，观察到民众对此处垃圾桶需求不大，反而常遭人弃置家用垃圾，为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与管理效率。确定此处垃圾桶排定拆除。照统计，大公园会拆3组，明美公园4组，碧华公园5组。内湖区在地议员有人赞成讲，解决鸟鼠的问题，才保持环境清洁。有的是讲，市府安尼做，表示长期以来清洁能力拢无够。暂时的封闭这个公共垃圾桶，其实是必要而短暂的措施。要提醒高嘉瑜议员，要好好的整理一下家里，不要像之前一样再把衣服堆积如山，
或者是泛黄的枕头都不做处理。蒋万安面对鼠患问题，从头到尾都只想做舆情管理，不想做城市治理。沈伯洋在4月底就提到要注意垃圾管理，半个月过去了，市府终于愿意处理垃圾懂脏乱的问题。可是解决的方法呢，竟然是最原始的移除跟封闭。照资料，自从今年发生汉大病毒第一例了，台北市政府2月行动员超过7万4000人次，平均82人次掠到1只鸟鼠。自5月开始，包括成立鼠类真防司，找专家甲学者开会。议员王成奇是希望市政府要甲防治工作组落实动员提升到科学方向，互防治工作有规则才会做，有资料会当参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接到赛车预防机压，这5月15正式生效。这高雄道一个查甫人5月14下午涉嫌接毒赛车，弄到一个80岁儿子上当场死亡。检方是照法声押核准，嘛正做是全国头一个。白色修理车对拢骑机车人了后，无停车查看，抑阁继续往头前驶，一直到有人落去闸才停落来。黄长龙80岁老先生受伤重，送医了后死亡。砰一声，然后我转头看，就看到车子在阿伯掉下前面，在那个车头，然后碾过去，然后碾过去，他继续往前开，他有一个年轻人追上去，去挡他。这是下昼3点多，高雄香港区高雄路甲山田路口发生严重车祸意外，附近的民众拢出门关心。警方随即对惹事的查甫人实施毒品喙瘾快筛甲尿液检测。涉事查甫人涉嫌毒驾惹事致死，检方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扩大有风险羁押适用范围，向法院声押核准，正做全国修例。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今年3月，同款伫小港区姓杨查甫人毒驾冲撞骑机车的女子死亡。老大3个囡仔引起社会关注，而且这2年毒驾案有增加趋势。除了扩大有风险羁押限制实施，警政署也公布新作业定数，疑似毒驾快筛阳性，会当以现行犯逮捕。检警拢强调对毒驾强烈执法一定严定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我人看台南的一个妇人人赛车咧等红灯的时，竟然是落车赶粪扫走去到路中，约粪扫车来等粪扫。警方是接到通报，要甲开罚单。这个穿红衫的妇人人对车路中走回去，撞过红灯，敢若是要去头前倒粪扫，而且伊还可是对一台正一个挡红灯的车加速扫落来。有人16下昼赛车经过台南后惠路4段，落到这个正罕过的违规的行为，大家拢认为伊影响交通。很赶啊，应该要停在路边啊。哎呀，他这样子会影响交通，而且车子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这样，他不懂得这个后面的后果到底会导致多大的危险啊？所以这个罚单我觉得刚好而已。若是走伫咧车路顶，搁撞红灯，伊等到车顶的时阵，拄好变青灯，伊毋是向前驶，是向倒边切，其他人车拢互伊撞到。警方讲，伊只做违反3条道交条例的开单。驾驶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快车道临时停车、第78条行人闯红灯、擅自穿越车道及第48条左转弯未驶入最内侧车道等规定。本分局将依职权举发。以前真侪所在拢不发生过无适当的等粪扫的行为，高雄就办护民众为了方便或者是赶时间，袂说敢若到篮球共款，甲粪扫等去哩粪扫车，环保局请民众爱家己注意粪扫车来的时间，等粪扫车到位才等粪扫，才袂因为等伤大力，危害家己或者是清洁队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丰原有民众反映讲，伊厝内种的这花草煞去2个少年家夹刀啊乌白扑，警方接到报案，随去抓人。2个少年家19岁，因是解释讲因为好耍无结冤仇，专案是依法上班。昨日透早4点左右，2个少年查甫人行伫丰原区三丰路的这个巷仔内底，其中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手提一支长刀刺激的人，了后伊嘴边啊面体有食物，雄用刀扑，当地朋友无阻止，佮手咧用手机啊翕。
了后扣其中一张食物赶紧逃离现场。加工透早就好发现门口口的食物无顾受灾用，调监时期看到这一幕，一直讲心惊惊。如果当时外面有人的话，他可能砍的就不会是针对植栽，可能是针对路边的民众。所以这边尤其是学区周遭，所以可能很多学生下课或者是学生落单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这些人。自福讲虽然损失，敢若是食物，暗过两人伫主题区人多的行为，也是互人感觉真不安。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丰原这间高中对面，周边是学区甲主题区，平常时都真侪学生甲家长出入。这代志虽然发生伫半暝啊，所以引起附近的居民对当地治安的疑虑。对，要是砍到人怎么办？而且路边的人看了也是会。觉得很恐怖，对。加上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儿子这种还没有出社会的经验不足的，他出来的时候，我儿子躺在这里看个时候，我儿子就很晚才在睡觉，就看个时间拍到外，那从后面过来一刀砍你，真的莫名其妙啊！警方伫接到报案了后，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透过监视器扩大过滤。这17透早3点外，将19岁姓刘加姓齐嫌犯抓到案。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嫌犯表示，当初是伫网络买，两人甲厝主无结婚，完全是因为好耍。警方表示，虽然是一时好耍，暗过也已经触发，就让依法将两人送办，也加强当地检警率，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府公告医疗法修正案，3班护病比正式立法，规划明年自这医学中心开始做。台病院嘛表态讲，会先推动一天的手术，也就是讲病人迄天开刀，这暗头就会当出院啊，嘛希望当减轻这夜班护理的负担。为改善护理职业环境，3班护病比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为服务规划明年开始由医学中心先进入，国内医学中心龙头台病院先表态，因应先进入会推动自治手术，来减少病房占床率甲夜班护理人力的负担。心导管如果只有检查，里面没有装支架，只是做检查而已就 OK 啊。在美国都是1天就结束了，你为什么台湾人不行？这样可以让民众早点回家吧，恢复正常生活啊。台病院表示，医疗科技进步，过去开胸坎开8顶大型手术，拢改做微创类似镜顶手术，所以计划将过去爱大院至少2.5天的大院手术改做自治手术，各种术前评估改伫门诊，初步锁定心脏内科、泌尿科等，包含心导管、膀胱镜顶手术，病人登记手术了后，尾仔嘛就应出院，等厝休养。商业的保险的一个规定，必须要住院给付，实支实付。所以他会要求要去住院的一个情况，而形成所谓假性住院的情形。在过去的统计，半年可能就是会使用健保的资源超过40亿元以上。台北警总也表示，无论是脊椎手术，或者是脊椎大院，拢是全球医疗出色。反正部分手术已经改做门诊手术，尽管会指出已经甲卫福部就险也建议推出1年期在体医疗照保险，包含特定在体医疗处置降价、加成大院甲医疗资源浪费、按过给付范围、定价加适用对象一元爱国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信义线要探到公主奉天宫，初步勘查有4项缺失，1个月内爱改善，目标是6月底通车。这条新造的线大概是1.4公里，按算要把乌街10站路深，工程有挑战。即马试运转已经过一段落，未来通车了后，预估每一天会当增加2万人次的运量。继续来看台南的文旦，近期是面临着牛拐款的危害。毛豆农会嘛，呼吁农民爱加宣传，适限制来掠牛拐款，才会当确保文旦来收成。毛豆文旦行内底树根因看到放2片茶帮，一张放3到5组，用处处靠伫树身的方式。不过这不是固定树身，是要防止赶集在上天牛，也就是牛拐款的危害。咱甲选择用物理的防治的方式，甲掠，伊味道就降落来啊。每日巡视，若发现牛拐款有生2个笼络一条气毒，降低生团成功率，一直到无法期结束。这种牛拐款主要是属文旦白丘等分享区的近系。若产检密度偏悬的时阵，会造成根部严重受损，影响水分、养分分输，出现树势衰弱、产量下降等情形。严重时阵甚至规章死亡。目前多是牛拐款的生团高峰期。
所以将因的卵去除掉，也加做目前上重要的做法。放卵生囝了，遐囝咧食你这油啊紧啊，紧愈油的伊愈爱啊。啊，你讲咱的细根若去食了的，都会坏呀。溃疡啊，然后有缝隙之后，然后那个小熊天它就会产卵在那个板子里面，然后来我们就是再去把它隔天收取起来之后，把那一些蛋刮掉。这样的话就是它不会再繁殖下去，然后对我们的园区的话，那个树是一个保护这样子。受去年风灾影响，今年花豆分担整体来讲有讲会少3成，其他6到7成都是中小果期，也搁较显示防治的重要性。台南农改另外提出3点建议：清衡管理，即伫油品生卵限制，加野顶友善，也搁有人工巡捕，好有能够把握有效初期防治关键的时刻，减少无感化后续危害，来维持果子树健康甲产量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国家文艺奖第24届颁奖典礼，这届是由这歌戏国宝王金英等等7个艺文工作者来得奖。这热情的总统嘛强调讲，咱的文化甲艺术嘛决定咱这个岛灵魂的程度，表示讲咱政府会继续守护自由甲多元的创作环境。文化若要传承，是靠大家拢爱斗阵来。歌艺国宝王金英用念秀的方式抽出感言。王金英是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奖者之一，这个奖是国家级的重要奖项。王金英为6岁就开始接触歌戏，到达已经超过70档。伊讲歌戏这条路真艰苦，会坚持继续做，都是希望台湾文化袂失传。我一世人的经历70多年，我拢随时伫咧打拼。拢无想讲当时要退休。第24届国家文艺奖伫拜五举办颁奖典礼。国家文艺奖是台湾艺文界上悬的荣耀，为1997年设立，每2年办一摆，奖励艺术成就出色的艺文工作者。大个得奖者拢会当摕到100万，包括歌戏国宝王金英，拢总有7个得奖者，还有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乾、国乐作曲家罗良辉、编舞家林文忠、建筑家简学基。各登记关心性别、弱势、原住民议题导演吴坎平，觉得能够透过一种戏剧的方式，能够潜移默化的让大家能够认同我们生长的这一块土地。导演讲，希望透过戏剧，让大家人认同咱的土地。总统赖清德嘛承诺，政府会继续替台湾艺术文化顶根，守护自由、多元、开放的创作环境。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社会的繁荣发展会随着时代更迭，但唯有艺术创作者的作品能够超越时空，成为台湾永恒的印记。总统讲，国家文艺奖唔但是要肯定艺文工作者长期的打拼，嘛要鼓励主持人继续投入创作，和台湾文化走向世界。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台里这雕像《甘露水》是日本时代艺术家黄土水的作品，也是咱重要的国宝。伊见证台湾风风雨雨的历史，有纪录片团队是用5年调查甲拍片，甲这8年来的历史甲补起来，也坚持要用台语来讲黄土水故事甲创作精神。你看出头天咯，悠然是遮尔啊青春美丽的甘露水，会当陪咱世世代代的子孙永永久久活伫台湾。甘露水是台湾艺术家黄土水1921年的代理照作品，经历威权到民主充满千惊党兄的历史。甘露水对失落受张凤飘艺术家族的保护封存，到重新出现伫世人面头前，大约要8年。导演黄邦全甲林君年用5年做电影调查甲拍纪录片，也去到黄土水在生留学的东京艺术大学，找出伊创作的过程甲伊生命的卡者。你用你的精神创作的艺术，伊是袂老嘛袂死，伊是永远会当活伫这个世界的人类，嘛是永远活伫这个世界的艺术的精神。啊，阮到甲阮家己咧做这个纪录片，我嘛是咧做一个艺术。甘露水纪录片第15届
设种戏院，导演讲，因希望透过艺术的手路来讲黄土水甲甘露水的故事，像黄土水所写的文章出世伫台湾，伊认为艺术有永久的生命。导演用镜头呈现黄土水的精神，嘛期待会当鼓励少年的创作者。伊想要鼓励年轻的少年的港乡的少年人，做伙来做艺术这条路的这种精神，咱想要甲伊传落去。甘露水纪录片目前在全台湾21间戏院拢看会到，也有办座谈会。导演希望透过纪录片，把这100年来历史脉络补起来，嘛希望招观众来了解黄土水伫迄个时代勇敢试验的创作精神。记者卢尚祖、曾准佑台北报道。海洋会国家海洋研究院伫咧平湖举办海洋研究成果特展，用趣味的互动方式，带民众来了解海洋知识。在现场，佮安排民谣大师陈明章替郭海燕来写一条渔歌，用轻松的节奏，让人感受到因对海洋的热情。轻松的节奏，带起开口的歌词。国家海洋研究院邀请民谣大师陈明章写的这首渔歌《青春出航》，15日在平湖的海洋研究成果特展顶馆头一届公开发表。歌词内容甲研究人员对守护海洋的迄份热情甲使命拢写入去。陈明章讲，替国海燕写歌是伊的荣幸，家己哪写哪唱，愈唱愈家己。因的资料我，我才开始甲整理起来。系啊，所以。我唔知影运气少好，即个歌写得真好听，我家己嘛介意啊，很有朝气啊，青春的港，大船出航。国海院伫2019年成立，因为英国民众对国海院较无遐尼熟悉，院长陈忠林讲，除了邀请陈明章老师写歌来增加国海院甲民众的连接以外，这届嘛专工选择平湖来举办头一场研究成果特展，透过趣味的互动方式，甲因对海洋作为历史文化、生态研究甲工程科技，拢小概给民众入目。这重点就是要唤醒，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就说你跟海洋互动的一个关系，尤其是讲你伫海岸在生活的人，是安那扣海甲海，还有包括我们怎么去因应这个所谓的海洋科技，还有包括智慧海洋这些相关的议题，因为海洋不是只有人文，还有包括生态跟科技。这场特展会伫平湖生活博物馆展到10月13日。陈忠林强调，台湾是海洋国家，望透过各种的小界，让更较侪人斗阵来投入研究的工课，守护咱的海洋。记者郭家祖、傅超勇综合报道。第79届坎城影展22支片，拢想要摕到最高荣誉金钟奖。不过今年入围的查某导演的作品有比去年较少，详细得奖名单按算5月23日公布。受到好莱坞商业大片甲美国导演缺席的影响，今年坎城影展的明星光彩无过去遐啥人。不过，也阁是有精彩点。魔界导演彼得·杰克森得到上登终身成就奖的荣誉金钟。红地毯顶悬，阁有以镜星上流摕到2019年金钟奖的韩国导演洪俊昊。2018以查拉家族摕到金钟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伊的新作品《乡内的羊》入围竞赛片，甲另外2个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甲深田丰司竞争金钟奖。今年入围竞赛片的韩国电影简单有罗风进执导的希望。电影专家分析，入围名单收集亚欧地区出色的导演作品，到底谁会得奖是真扼要。There's not really any strong through line, and there's no one or two films that everybody has been waiting for, that everybody is excited to see, which in some ways makes it more interesting. 这届坎城影展以瑞丽苏格德执导的女性电影《末路光辉》做官方海报，向女性平权致意。不过真可惜，今年入围竞赛片的电影内底，简单5出女导演的电影，比顶一届佫较少。影展主席傅羡木强调，电影的评选上要义的是多样性。C'est que ça nous arrive très très souvent, et que l'hésitation se fait entre le film d'un réalisateur et le film d'une réalisatrice. On prendra le film de la réalisatrice. Comme si nous hésitons entre un film issu d'un pays très fréquent, à Cannes, ou un film issu d'un pays rare, on prendra le film issu d'un pays rare. 德国导演文文德斯2月伫柏林影展表示，电影人应该避免政治的言论来引起争议。博赞旭对这有无同的看法，认为有带政治元素的电影嘛是艺术的一部分。 그래서 결국 제가 드리고 싶은 말씀은 예술과 정치는 대립하는 개념이 아니고 그것이 예술적으로 잘 주장된다면
그것은 경청할 만한 가치가 있다라는 것입니다. 感谢雅典为5月12至23举行红底戏的颁奖典礼，会公布各大奖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英国滚石乐团创立24年，宣布7月要搁再出新唱片。70岁梅丽史翠普重出江湖，搁再出演《Prada 恶魔》第2集。有愈来愈侪这高龄的艺人，搁再出来艺界走跳，继续参与社会，嘛活出食老了后新的人生。成立64年的英国滚石乐团，用一甲子的时间证明 rock 并不是青春的专利。滚石宣布7月要发行新专辑，是生涯当中第25支录音室专辑。搁找 Beatles 83岁大比斯的保罗·麦卡尼参与演出。滚石村内3位成员，平均的年岁有80岁。主唱米克·吉吉，搁有2位弹吉他的基苏里查祖，甲罗尼·伍德，有愿伫舞台顶现活着。因食头的底下简单又搁单纯。That's just being fit, you know, and you have to work at that, whatever age you are, and if you're my age, you have to really work at it. 愈老愈有班的艺人，搁有梅丽史翠普，伊主演的唱《Prada 的恶魔》，让20年推出第2集，上映迄礼拜就开红盘，全球的票房超过1.5亿的美金。梅丽史翠普演的角色原型来自某个正宗编辑安娜温朵。最近梅丽史翠普甲安娜温朵做伙翕流行杂志的封面，真拄好的是，连翕相的女摄影师安妮来表遗嘱，拄好拢是76岁。You don't see many 70, almost 7-year-old women playing parts like this in any movie or under any circumstance. So I'm happy to represent, you know. Getting older for a woman was just to be annihilated in public view, which means to be totally invisible and cast off as like useless. And so, yeah, you see Martha Stewart on the cover of like, of all things, Swimsuit Illustrated. You see older people on the catwalk.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is like a progressive and notable shift of inclusion and celebration of older people, particularly older women. 专家指出，政府要建立好的社会福利，佮立法的保障，支持民众度过食老的生活。智慧人也需要改变观念，除了照顾家己的身体健康，也要积极甲社会互动，才袂孤单。无论是重新回去工课场，还是去做公益，会当伫有限的岁月当中，有精彩的食老生活。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各地拢是好天烧热，敢若伫咧东半部甲恒春半岛较高落雨，过到这南部也要注意可能会落雷公雨。下半部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至31度，中部地区22度至33度，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东部地区22度至29度。高岛地区21度至29度。搁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